而家請你揾一個安靜、安全、唔會被打擾嘅地方，等自己可以安心咁樣坐落嚟，或者瞓落嚟。當你調整好之後，慢慢咁樣閉上你嘅眼睛，感受你身體嘅重量，慢慢咁樣落喺呢個大地上面。嚟緊，我將會陪你一齊走過一段屬於你同你內心嘅旅程。喺呢段旅程入邊，你會發現，其實你唔孤單，你從來冇失去過愛同信心，只係你曾經暫時忘記咗自己係幾咁珍貴。等我哋由呼吸開始啊！吸氣，好似吸入呢個宇宙入邊嘅安定能量。呼氣，慢慢咁樣釋放咗今日嘅緊張同埋疲勞。吸氣，呼氣，吸氣，呼氣。每一次嘅呼吸都令你更加放鬆。吸氣，呼氣。等你嘅呼吸一點一滴咁樣帶到你嚟到一個當下。而家請你將你嘅注意力溫柔咁樣帶到你自己嘅身體上面，由頭頂開始，感受到頭皮、額頭開始慢慢咁樣放鬆落嚟，呢個放鬆嘅感覺開始蔓延去到你嘅眉毛、眼皮、面頰，去到你嘅下顎，都開始慢慢咁樣沉靜落嚟。呢一個放鬆嘅感覺開始向你身體嘅其他部分出發。你開始感受到你嘅頸部、膊頭，慢慢咁樣放鬆落嚟，令到你兩個手臂
好自然咁樣垂低落嚟。呢一種放鬆嘅感覺，由你嘅手臂去到你嘅手肘，去到你嘅手腕，開始蔓延到去你嘅指尖。你上半身每一寸嘅肌肉都開始慢慢咁樣放鬆落嚟。我哋繼續延伸一種放鬆嘅感覺，由你嘅胸口、腹部，你開始感受到你嘅內臟，亦都隨住你每一下嘅呼吸放鬆落嚟。你嘅腰部、臀部、大腿、膝頭哥、小腿、腳腕、腳板底，甚至去到腳趾尖，都已經放鬆完了。呢一刻嘅你就好似俾溫暖嘅陽光包圍住，你能夠感受到全身嘅細胞開始一點一滴咁樣進入一個深層嘅修復同埋療癒嘅情況。我哋喺呢一個時間好好咁樣放鬆休息一下先啦，之後我再帶領你探討你嘅內心深處。當你準備好嘅時候，請你想象你嚟到一個很安靜嘅山林入邊，陽光透過樹葉好溫柔咁樣曬落去你嘅面上高，係咪啊？聽到？你會聽到你完全離溪水嘅溫柔嘅流動聲，甚至你會聽到一啲雀仔嘅個吱吱喳喳，你甚至聞到有啲青草夾雜咗一啲淡淡嘅花香味。呢一度係你同你自己嘅內心深度對話嘅地方。呢一個係一個絕對安全，你將會受到被愛包圍嘅一個空間。喺呢一度，你只需要做一次深呼吸。喺你每一次嘅吸氣，你都會吸入
一個安定同埋寧靜嘅感覺。而隨住每一次嘅呼氣，都會釋放你內心嘅緊張同埋壓力。吸氣，呼氣，吸氣，呼氣，吸氣，呼氣。俾咁樣嘅節奏陪住你，好溫柔咁樣進入你自己內心嘅世界。而家我哋開始向前繼續行，你會睇到前面有一條由光組成嘅小徑，你每行一步都感覺到，雖然佢係好柔軟，但係其實係好堅硬嘅，彷彿你好似踏喺一啲溫暖嘅光波上高，你慢慢咁樣一步一步咁樣行，太陽光好溫柔咁樣曬落你嘅膊頭上高，你感受到空氣入邊有淡淡嘅青草同埋花香味。呢一條係屬於你同你內心連結嘅路。我哋喺度慢慢咁樣行，一路向前行嘅時候，你嚟到一個屋前面，呢間屋佢有一道好古老而好溫暖嘅大門，而喺呢道門嘅後面，就係你內心嘅信念之家，一個儲存咗你過往嘅經驗同埋信念嘅空間。唔使驚，我會同你一齊嘅。當我由1數到3嘅時候，呢一道大門會為你而打開。1、2、3，呢一道門已經打開咗，你慢慢咁樣行入去呢個空間，你覺得好熟悉，而好寧靜。呢個空間充滿住一啲好柔嘅光線，你開始留意到喺牆上面高有一句說話喺上高，我唔夠好。呢句說話閃閃發光，但係佢哋都係一啲舊有嘅能量，佢曾經深深咁樣烙印喺你嘅心入面，影響住你，限制住你。而家就
請你行近佢啊，深深咁樣吸一口氣，然後喺心入邊或者輕輕咁樣講出嚟。呢一個再唔係真實嘅我，我要讓呢句說話喺牆上高消失。隨住你嘅決心，牆上高嘅字漸漸咁樣散開，幻化成一道金色嘅光。呢一道金色嘅光，慢慢咁樣飄向你嘅心口。放心，佢哋唔再係你嘅負擔，而係轉化成可以滋養你嘅養分。佢將會成為你嘅力量，你嘅光芒。呢一道金色嘅光，慢慢咁樣進入你嘅身體，你開始感受到你個內心變得寬敞，而且更加明亮。而家嘅你已經準備好，繼續向更深嘅內心去進發。你留意到你前面有一個好開闊嘅花園，呢一度有你鍾意嘅植物，熟悉嘅味道，而且呢一度都充滿住一啲好溫暖嘅色彩。呢個花園嘅入面，每一處都充滿住療癒嘅力量。你留意到喺花園嘅中央，有一張好舒服嘅貴妃椅，陽光好溫柔咁樣灑落去張椅上高，你慢慢咁樣行近佢，然後慢慢咁樣瞓喺呢張貴妃椅上高。你知道你喺呢一度，你係受保護㗎。呢一度唔會有人對你做任何嘅評價。呢一度完全冇任何嘅壓力。呢度只係有接納同埋安慰。此時此刻，你嘅潛意識已經準備好，打開接收信息嘅大門。嚟緊，你將會聽到一啲信息，而呢一啲信息會喺你未來嘅日子入面支持住你，強化你。請你
俾你嘅心靈保持一個敞開嘅狀態，等以下嘅話語好似種子咁樣植入你內心深處嘅土壤入面，將來你需要嘅時刻就會幫你綻放力量同埋自信嘅光芒。而家，請你將注意力溫柔咁樣帶到你嘅內心深處，你會發現你喺一間屋仔入面，呢間屋仔有一塊好靚、好溫柔嘅鏡。你慢慢咁樣行近呢塊鏡啊，呢一塊鏡反映出你嘅樣子，但係已經唔係過去嗰個曾經受傷、懷疑自己，而係一個清澈、溫柔、充滿力量嘅你。你望住鏡入面嘅雙眼，感受到一種熟悉而又深層嘅連結，就好似你終於遇見到自己嘅靈魂一樣。而家，請你跟住我講以下嘅內容啦。我值得被愛。我已經好好。我有選擇幸福嘅力量。呢一啲話語幻化成一道白光，慢慢咁樣融入去你嘅心入面。隨住每一句嘅流動，你感受到心口入面嘅心輪開始慢慢咁樣發熱，你感受到有一道柔和嘅光由你嘅心輪開始由內而外咁樣擴散，包圍住你，滋養住你。呢個時候，你好清楚咁感受到，你已經完全連結咗嗰個內在源頭，嗰個永遠相信你、接納你、無條件咁樣支持你嘅存在。請你喺佢嘅內心入面容許種落呢一粒信任嘅種子。請你記得，當你每一次好好咁樣照顧自己，聆聽自己嘅內心，做尊重自己嘅選擇嘅時候，呢一粒種子就會開始
發芽、茁壯成長，然後開花結果。而而家，我哋邀請嗰一個曾經受盡傷痕嘅自己出現啦，或者就係嗰個曾經喺 long day 入邊不停咁樣等待、充滿懷疑、無助嘅你，嗰一個害怕失去，一路故作堅強，強忍眼淚，乜都唔夠膽講出口嘅你，你唔需要批判佢，只係需要好溫柔咁樣望住佢，慢慢咁樣行近佢，話畀佢知，多謝你啊！多謝你一直以嚟咁努力，咁努力咁樣去保護我，但係我而家已經成長咗啦。你真係好勇敢啊！但係你唔需要再撐落去啦。而家有我喺度，有一個更加堅強、更加充滿自信嘅我喺度啊！你慢慢咁樣將雙臂攬住嗰一個曾經好孤獨嘅自己，等佢靠喺你嘅心口上高，盡情咁樣釋放。你感覺到佢嘅傷口正在畀你嘅能量去被接納、被擁抱、被療。呢一啲痛苦開始轉化為一道柔嘅能量。呢一啲都係來自你內心深處嘅能量，係一種你曾經忘記咗，但係你嘅由始至終都一直存在住嘅愛。你畀你自己，畀呢份愛包圍住，感受到嗰種唔需要做乜嘢去證明，唔需要任何嘅條件嚟換取嘅溫暖。呢一份愛係永永遠遠咁樣屬於你嘅，佢將會一直陪伴住你。無論外面發生咩事，佢都藏喺你嘅心入面，
隨時等你返嚟。而家我哋俾呢一份能量喺你身體裏外面靜靜咁樣流動，佢會融入你每一寸嘅肌膚，融入你身體入面嘅血液，流遍你全身，成為你將來每一個選擇嘅時候嘅力量根源。你再唔係嗰一個受傷嘅小朋友啦，你係嗰個願意擁抱你自己，重新選擇愛同埋信任嘅你。而家我哋請你將呢一份溫暖同埋力量靜靜咁樣收喺你內心嘅深處。你知道，只要你願意，你呢份能量隨時隨地都能夠再次出現。會係你內心入面嘅一盞燈，照亮你內心嘅所有道路。係一道源源不絕嘅川流，佢將會源源不絕咁樣滋養住你。而家等我嚟設定一個專屬嘅聲效，呢一個係嚟自你內在嘅，可以隨時啟動嘅力量源頭。當你將來感覺到不安、懷疑、失去信心，你可以透過以下嘅簡單動作，就可以開啟到呢一份能量嘅開關掣。而家請你將你嘅右手放喺你嘅心口上高，感受呢一份能量由你嘅心口嗰度傳出嚟，深深咁樣吸一啖氣，想象你每吸一啖氣，你就會吸入到信心、愛同平靜。當你吐氣嘅時候，輕輕咁講啦，我值得被愛㗎，我就係光。嚟啊，我哋再做多一次啊！將手放喺心口上高，深深咁樣吸氣，呼氣，然後同我一齊講啦，我值得被愛同信任，我內在嘅光從不熄滅。你會感受到
有一道溫柔嘅光由你嘅心口慢慢咁樣擴散。呢一個唔係外來嘅能量，而係你本身就擁有嘅。佢好溫柔，好堅定，就好似一個隨時可以返嚟嘅避風。請你記住啦，喺將來嘅時候，如果你感覺到不安、懷疑、開始失去信心嘅時候，就將你嘅手放喺你嘅胸口上高，呢句說話就會喺你嘅腦海度浮現。嗰句說話就係：我值得被愛、被信任。我內在嘅光從不熄滅。喺將來嘅日子，當你重複做呢一個儀式嘅時候，你將會再次同呢一個內在嘅穩定、愛同埋光嘅連結，俾你返嚟此時此刻呢一份平靜、充滿力量嘅狀態。呢一道光會一直咁樣陪伴住你。你係值得被愛嘅，唔係因為你做過啲乜嘢，而係因為你本來就值得嘅。你嘅存在對於呢個世界嚟講係獨特嘅，而有深遠嘅價值。你係一個獨一無二嘅靈魂，擁有自己嘅節奏同埋光芒。由而家開始，請你更加信任你自己，更加愛你自己。當你將來面對任何嘅挑戰，你都可以好自然咁樣啟動嗰個心錨開關掣，用手放喺你嘅心口，心入面默念：我係值得被愛嘅，我本身就係光。你可以靠住呢一個動作，就重新連結到你內在嘅信念同埋勇氣。而家我哋讓呢份嚟自內心深處嘅愛同力量，靜靜咁樣留喺你嘅體內。我哋花啲時間靜靜咁樣喺呢個放鬆狀態休息一下，你感受到呢份愛同力量，好似一個溫柔嘅保護一樣保護住你，亦都支持你將來嘅每一個決定。喺未來嘅日子，當你感覺到不安、疲憊、懷疑自己嘅時候，請你記得，只要你願意，只要你閉上雙眼，深呼吸，
你就可以返嚟呢一間山林，呢一間屋仔，呢一個內在嘅花園，你就可以再次同呢一份力量相遇。嚟緊，我將會由1數到5。當我數到5嘅時候，你將會慢慢咁樣穩定咁樣返嚟一個清醒嘅狀態。你會感覺到身體舒適、清爽、精神放鬆，然後帶住一個安定、自信、溫柔嘅心，返到安去日常嘅生活入面。1，你慢慢感覺到指尖同埋腳趾尖開始返嚟你嘅身體。2，你開始感受到身體嘅重量，你嘅氣息開始變得更加清新有力。3，你嘅意識開始慢慢浮現出嚟，帶住一個放鬆、輕鬆嘅頭腦。4，你開始聽到四周嘅聲音，感受到光線同埋空氣重新包圍住你。5，當你準備好嘅時候，做一個深呼吸啦，然後慢慢咁樣睜開你嘅雙眼，你將會帶住一個重新整合嘅自己返嚟當下。歡迎你返嚟啊！